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即马咱台湾和病毒的对抗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，就是即马要和病毒来和平斗阵啊！所谓的和平斗阵，就是华语讲的与病毒共存啊！伊就是要透过总人口内面有一定比例的人得过病，来追求社会整体对病毒的免疫力啦。所以逐工去染到病毒的人数是愈来愈多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快筛就变作人民保护家己真重要的工具。最近这段时间快筛试剂变作是大家讨论的新闻话题。那安尼和这有关系的台语词要安怎讲呢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即马当实用的语句哦。若讲病毒的体检，目前有3种方法，分别是抗原检验、核酸检验和抗体检验啦。抗体检验是要调查咱过去敢捌得到过病毒啦，这主要是针对疫情的调查，对一般民众来讲较无实用性，所以国内目前也无开放民众家己去使用来自我检查。若要看家己敢有互画到所使用的缩胎试剂啦，就是华语讲的快筛试剂，拢是抗原检验和核酸检验这2种。若讲抗原的检验的原理，是要检查看咱的身体内底敢有病毒的蛋白质啦。蛋白质就是华语讲的蛋白质。抗原检验相对来讲会较紧哦，15分钟就会当知影结果。试剂也比核酸检验的较俗真济。总是抗原检验的准确率就是验袂出来，是验到的比例量较悬淡薄大概伊有85%至95%的准确率。若是咱要做定期的体检，是因为公司是讲要去的所在要求才做的，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情形的。安尼用抗原检验的试剂啦，较省钱，佮省时间。若核酸检验的英语是 PCR， 所以咱会当讲核酸检验也是 PCR 检验。伊的原理是透过几啊摆的 DNA 复制。甲病毒的基因一直放大，一直放大，一直放大，放大到仪器测会到为止。这个放大几啊倍的数字，就是 CT 值。CT 值就是体内病毒的量啦。伊的数字愈大，表示伊爱放大搁较侪摆才检查会到，表示体内病毒的量愈少。若数字愈细，就表示病毒的量愈济哦。所以若照台湾的标准。CT 值比35较低，就表示你有去画到。若是日本，若是美国，就会用40来做标准，比40较低，就是有去验到啦。因为核酸检验较准确，所以若是3天内你有捌和确诊者有捌接触，是有相关的所在旅行的经验啦，惊去互遇到的人，你体检的时，就应该爱选择核酸检验的试剂哦。若缩胎的过程，就是甲棉仔机弄入去片仔内面，用一定的角度啦，细骨链，再甲有揾到黏膜细胞的棉仔机摕出来检查。若检查的结果有2条线，就是阳性啦。这时要安怎？咱就爱赶紧联络当地的卫生局。也是卡1922的防疫专线啦。过来，咱就卡了以后，咱就甲用过的棉仔机试剂用亚拉斯洛甲封好啦，找当地的检验机构啦，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咱讲亚拉斯洛就是塑胶洛啦。亚拉斯是英语 glass 的音译，台语甲透明塑胶做的，拢叫做亚拉斯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疫情当紧张，咱大家就爱家己较注意咧哦。
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